没问题，一朝要播客栈，客栈，什么话？咩话是客栈？按照你今日旅程人主宰，你不叫多人出名的，结账价，出名，按照您今日旅程人主宰，你不叫多人，你不叫多人出名，带他出去。按照你今日旅程人主宰，宁波较多你聪明，按照就是按照你今日旅感就是自己的，自家的东西，自家的家就是自己。你今日旅衣服，藤林替他，藤林主就是穿着，你不叫多林带他，多林聪明带他出去。按照你今日旅程人主宰，你不叫多林聪明出去。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，别人都有酒，我们都有唱。背呀哈，背着船长民族到朋友手当罗马背，能用自插绒，背着老钢背罗背啊。